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中有一对来自荷兰的艺术家爸仔囝，因去捡废弃的分壳啊、甲塑胶七头米啊来创作展览，希望会当唤起着台湾人重视气候的变迁甲环境的议题。 荷兰籍的西奥多·理查德和李幼娜表囝两人同齐讨论作品背后的意义。因同齐收集街路外地的分壳架，打造出分壳架本色线的装置艺术。那他就想说，那我可以用这些已经被抛弃的烟盒或是废弃物，可以拿来做什么样的重新给予它的新的生命。 And so we are very accustomed to kind of like use things, buy things, use things, throw away things, but we don't necessarily think twice about where all that stuff goes. 西奥多·理查德有真侪身份，是律师，嘛是艺术收藏家。伊对环境艺术议题不加重视。表囝两人同齐用特别的角度欣赏台湾，就和电火条画卖出的广告，嘛加做创作的元素，互民众看过拢感觉真深刻。 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